为着要来服务这厝内底有幼囡仔的家庭，南投县是来成立第一间定点的临时托育中心，昨正式来启用啊！这收费呢是比较算点钟的基本工资，有袂少家长拢真肯定。不过，伊嘛认为讲，因为都爱提早来注文，若阵真正临时有代志，安尼是无一定用会到的，所以建议会当增加春秋的空间。南投县政府开8外万改造妇幼馆的空间，成立定点的临时托育中心，请合格托育人员协助临时有代志，也是短时间无法度顾囝的家长有所在家。其实，这个临时托育的服务，伫正式启用之前已经试办要1年，但效果无啥好，要1年来服务的人数无到100人。这款的服务我感觉是真大心啦，若是会使有搁较侪保姆，或者是搁较侪地点，有这种服务，阮会感觉搁较好。我会需要的时间可能是我爱加班的时间，希望是较后壁，就是可能4点后壁的时间。县府表示，临时托育中心提供拜1到拜5早起9点到下晡4点的时段，家长爱先打电话，也是线顶注文。会当到照顾6个月到3岁以下囡仔，同一个时段上侪收4个细汉囡仔。家长虽然普遍拢肯定这项服务，但也建议爱加一寡春秋的空间，因为若是常常有代志，也是超过下晡4点，拢无法度使用。咱有一个南投县育儿资源网缅定就可以预约啊那另外你嘛会当打电话这个承办单位南投县府指出，临时托育中心在试营运期间，使用率无悬，县府会加强宣传。未来也规划第3年内，伫草屯第3部里成立临时托育中心，先增加服务据点，才会豆豆来检讨服务时间甲预约的方式。县府嘛讲会和承包业者来研究看卖。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